啊，今日学真济，搁出来学这样来俗语讲了好。啊，这个吼、第一届吼、来这个五星级的餐厅吼、啊，这个吼、查甫朋友吼、第一件来啦。来到这个高级的餐厅吼，又搁紧张又搁欢喜啦吼！啊，连面啊讲落起个物件伫涂骹，连面啊落起个物件伫涂骹，啊连面吼，搁撒迄个桌布吼起来切汗啦吼！伊个吼查某朋友吼，婷婷吼，长白解吼，变甲吼对后头壳去啊啦！刷落来发生什么代志呢？啊，这顿饭敢会使顺利甲食了呢？咱来继续来甲看落去。哎，啊，拢几点啊？约好啊，搁唔来啊，真正是啊！哎，头多位真辛苦啊啦！几点啊？来，这吼！哎，你来啊！来，这，我来讲，这间餐厅吼，足高级的啦吼。啊，今仔咱食的物件吼，拢碰过付钱。尽量点，来，心灵咖啡。哎，小婷婷好进餐厅，好恁去安尼，开甲咧寒甲咧，好诶，恁气有够强诶啦，寒甲死阵安尼，哦啊，但是吃到够爽快，爽诶。我拜托，你较细声，这是高级餐厅。哦，高级你安尼诶餐厅。写诗写真，你有影？恁较细声。较常食迄闻安尼，咧萝卜饭喺路边打的啊，电风安尼嘶胖胖，我大条光细条光切甲，好呀。无共啦，无共啦，无共较细声的啦，吼，你是知影你？啊，拜托，我较拜托你，哦，你实是，唔是爱卤两都用硬，如果他用毋捌看过好餐厅后啦。唔是这，哦，你慢慢安尼。这是这你用哦。啊，这敢会食钱？涂骹就切切咯。哎呀妈！你啊，啊，就用的啊。哦，你写有影啊？这食两道安尼切咯。正手提刀啊，下手无个鱼竿倒酒。倒手提一个，安尼好好切。你讲倒手摕这个是啥？这是叉子。我查字我听无啊。哦，拄物件工具。签嘛就好啊，你哦，签嘛，嘿呐，签嘛啦，嘿呐。较细声，拜托。这才是记落哟。好，你做你无用，你做你无用。来，诶，啊，这款是啥货啊？哦，讲到这，你是要教授，你世界上，我甲你介绍一个，这个你竟然毋捌，这是5星级餐厅才有的呢。有。嘿，你外口迄萝卜饭迄无啦，我甲你讲，你我甲你介绍哈，这叫阿尔卑斯山天然溶血左氨杰利钠球粒御用化果有机柠檬特调水啦。捌你加捌你。这是高级的。啊，你看天然的上好。真正真卡来。这餐厅真正无共款。真代志。干杯！少年人较欢喜。怪怪。来啊！哎，来啊！啊，好，你好，这是我总铺师吼，特别为恁制作的吼，这炸鸡，对，炸鸡鸡腿甲鸡翅吼，特别制作我们听过什么叫炸鸡？鸡腿甲鸡翅吼，恁食了后吼，会使用迄个桌顶的迄个柠檬水吼，洗一下手。你较清气，嘛较有礼貌。歹势，你都讲这柠檬水，洗一下手，洗手，哈，你手食完迄油对无吼，还洗一下手，洗手，吼，安尼较有礼貌，较清气。啊，阮遮是高级的餐厅，吼 ，Thank you very much。泰国的哦，高级的餐厅国际化。要洗手的，我咧啉落去啦。我摕阮女朋友啦。你免我爽，甲你爽。洗手，我啉落啦。啊，什么阿尔卑斯山，什么碗糕，什么咧溶水，什么巧克什么御用柠檬水，洗手的。你这叫做阿婆啊，清代安分。安那，我感觉就好啉的，安怎？无，袂当啉你哈。
我就洗手洗了，搁要啉嘛，安怎？无这段来，还有第二个，你这段我我来，第二句俗语是安尼，请开始。这款是什么汤啊？这应该不是汤啦，嘿，我甲你介绍，这款吼是5星级餐厅才啉会到的。喵，嘿，你这样就唔捌。我来讲，伊的名足厉害。阿尔卑斯山天然龙血佐安杰丽娜球粒御用化果有机柠檬水。哇哦！这么高级我啉嘛，你看。哟，冇代志，继续干杯啊！真卡来，新鲜呐！嘿咩？嘿，啊，天然的上好，袂歹。你卡来。啊，人客好你好你好啊，这是阮总铺师特别为恁制作的，嘿，鸡腿甲鸡翅，吼，啊，迄个豆丁啊，食了了后啊，小姐，嘿，是，你感冒啊？嘿，我感冒，工作较超烦，嘿，工课超烦呐，嘿，啊，食了后咧，你会当用用这个豆丁的柠檬水洗手。洗手，吼，因为你手油油，洗手较清气，吼，较干净，较有礼貌。迄是阮高级餐厅就是安尼，Thank you， 洗手，嘿，洗手，嘿，安尼，Thank you。但是，阮女朋友若爽哦，看你过啦，自闭哦。你洗手会使啉，煮到洗手，你朋友也对我做起头。赶快艺术，什么咧？阿尔卑斯山龙是什么球粒专用柠檬水哦？你真正是囡仔穿大人衫。好，主要这个经验，咱有讲到两句俗语，第一句叫做阿婆穿戴安分，第二句叫做囡仔穿大人衫，就是讲伊拄啊。把这个柠檬水当要洗手的当作是汤，安尼甲啉落去，这个情形俗语形容起来，阿婆啊穿戴安分，也是囡仔穿大人衫，都是人得对。认为讲阿婆啊穿戴安分的举手，迄边规道拢讲阿婆啊穿戴安分，所以恁两个是见囡仔穿大人衫，是安那？无啦，我选阿婆好啊。你试过我拍片？我向啊看者想应该是阿婆穿戴安分，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毋捌用过好米。阿婆是袂使穿名牌的。伊会使穿，不过伊无定定穿，所以穿起来就是无迄个斑。你解说听得怪怪啦，吼！啊，你解说啥啊？你讲囡仔穿大人囡仔穿大人衫，假鬼假怪，毋捌，根本毋捌，伫假熬，假熬，感觉足熬的，家己足熬的，哟嘿，其实无半步。嘿，所以戆戆，恁朋友是安尼嘛？我是安尼。你讲迄假鬼假怪啦，吼！啊，你讲迄是，阿婆捌用戴安分。恁的意思是安尼吗？差不多啦，就是阿婆袂晓穿起来嘛，感觉怪怪。 OK， 老师有理了。早期哦，咱对女性身材的形容是安那？第一腰束、内仆、尻川定酷酷。哦，所以讲这重点。阿婆吼，讲实在年纪较有啊啦，已经自然下水啊，所以无需要穿戴安分变做惊开婆龙安尼啦吼，爱啥意思吼？所以叫啊媒仆。 假仆，有知识就会仆，啊若无知识就会互人仆，所以唔通假熬啦，哦，迄叫袂仆假仆。啊若囡仔人穿大人衫，因为遐伤大叔，啊大叔就日起来原先讲啊，美国西装，大叔，嘛是大叔，对，所以输啊舔，所以这条答案应该就是袂仆假仆，阿婆穿戴安分。敢若你唔对呢？正常啊，啊我就细汉穿大人衫。好，安就是来，大家拍波鼓就来。